弟兄姊妹早晨，喺呢個風雨飄渺嘅早上，讓我哋咧一同去敬拜我哋嘅主。請咧先聽我讀出一個宣召嘅經文，喺啟示錄7章9至12節嗰度話：此後我觀看，見有許多的人，沒有人能數過來，是從各國、各族、各民、各方來的。站在寶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樹枝，大聲喊着說：願救恩歸於坐在寶座上我們的神，也歸於羔羊。眾天使都站在寶座和眾長老並四活物的周圍，在寶座前面伏於地敬拜神，說：阿門！頌讚、榮耀、智慧、感謝、尊榮、權柄、大力，都歸於我們的神，直到永永遠遠。阿門。讓我哋一同去起立，我哋用有一首詩歌，我哋去一齊敬拜我哋嘅主。腐敗讚頌，讓歷代歌聲給主唱。昨日、現在、未來，跨多少世代，讓歷代歌聲給主唱。基督，你之聖名極大，超於一切永遠，聖地上萬物，地上力量冠冕君主，地位權能永遠，也沒代替你，眾天君唱頌，主聖哉，萬眾皆頌揚。主大愛，聖潔主至高，到未來，承在千億載。當得主的寬恕，得主的救贖，一生將詩歌給主唱。同時獲着自由，將他宣稱主，一生將詩歌給主唱。永遠永遠將歌聲獻上，眾天君唱頌，主聖哉，萬眾皆頌揚。主大愛，聖潔主至高，到未來，承在千億載。你眾子唱頌，主聖哉，萬眾皆頌揚。主大愛，你永久神聖，承在千億載，基督，你之聖名極大，超於一切永遠，聖地上萬物，地上力量冠冕君主，地位權能永遠。眾子唱頌，主聖哉，萬眾皆頌揚。主大愛，聖潔主至高，到未來，榮耀聖潔主。
眾只唱頌，主聖哉，萬眾皆頌揚，主大愛，你永久神聖，不更改，勝在千億中，你永久神聖，不更改，勝在千億中。繼續去讚美我哋嘅神，神嘅名係尊貴嘅，係我哋要高舉、要讚揚。神你名尊貴，高聲稱讚你名尊貴。各方都可看見耶穌名尊貴，神你名尊貴，神你名尊貴，高聲稱讚你名尊貴，各方都可看見無比尊貴，榮光照遍萬地，君尊的上主，願各族也頌唱，各族也頌唱，神你光輝耀眼。暗都被退，震動千萬步，震動千萬步，神你名尊貴，高聲稱讚你名尊貴，各方都可看見無比神尊貴。神你名尊貴，神你名尊貴，高聲稱讚你名尊貴，各方都可看見無比神尊貴。從亙古到現今，屬你，歷世沒變改，歷世沒變改，神聖三一父親，聖靈間獨子，是永活救贖主，永活救贖主，神你稱讚你名尊貴，各方都可看見無比神尊貴，神你名尊貴，神你名尊貴，高聲稱讚你名尊貴，各方都可看見神你名尊貴，極偉大聖名，極配受頌揚，我心高歌耶穌名尊貴，極偉大聖名，極偉大
極偉大聖名，極配受頌揚。我心高歌耶穌名尊貴，神你名尊貴，高聲稱讚你。神你名尊貴，神你名尊貴，高聲稱讚你名尊貴，何方都可看見耶穌名尊貴，神你名尊貴。高聲稱讚你名尊貴，各方都可看見，無比神尊貴。我哋一齊有個讚美祈禱。主，我哋高舉你嘅名，因為你嘅名係尊貴，好似歷代咧一眾嘅君王嘅名咧都唔及你嘅名。係耶和華，你就係嗰位自有永有獨一嘅真神，讓我哋一眾嘅受造物，我哋咧跪拜喺你面前，我哋去敬拜你，去讚美你。係主，願你嘅榮光照遍萬邦，係去到最黑暗嘅地方，當人去呼求你嘅時候，係啊，佢哋都去聽到你嘅名，去聽到你嘅聲音，去被你去安慰。感謝主，願你咧去受當得嘅榮耀。以上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阿門。弟兄姊妹請坐。頭先一口氣唱嘅兩首歌咧，係最近咧喺呢個卻查理嘅一個 Charlie Kirk 呢個好偉大嘅弟兄嘅一個喪禮上邊，一眾嘅牧師、一眾嘅福音嘅歌手咧，喺好多萬人嘅球場上邊一齊咧去有一個敬拜讚美神嘅時候。如果大家喺9月中呢個弟兄被刺殺嘅時候，你哋未認識呢位嘅仁兄嘅時候咧，都好鼓勵大家咧去見下，去睇下佢啲片啦，去睇下佢點樣去為神嘅名咧，去喺唔同嘅大學啦嗰度去宣講耶穌嘅名。當然佢都係有一啲政治上邊嘅討論，但係唔影響佢成為一個好偉大嘅弟兄。就係因為呢件事咧，我就好被聖靈去催促啊！咁咧喺3個禮拜之前咧，我就喺我哋希伯倫團嘅 WhatsApp 嗰度，我就鼓勵弟兄，我哋嘅弟兄姊妹，我哋一齊去開始一個咧分享鏈。我哋個組咧19人啦喺個群組度，咁啊輪流咁樣。我俾咗好多題目，因為咧即係我唔知你哋各位弟兄唔同嘅團契會唔會都係平時比較安靜咧，即係可能係有啲活動啊、查經啊先會有少少人去回應。但係咧，我哋想扭轉呢樣嘢，我哋覺得就好似3個禮拜之前咧，Eileen博士咧有5個 M 嘅靈命嘅重建佢嘅主題，入邊講到有 magnification 啦，即係敬拜、membership 相交、maturity 門訓、ministry 侍奉、mission 傳福音，5個 M， 其中咧相交都係好重要嘅一環。咁所以我就話，我做一個帶起人啦，我就話可以輪流分享啦，咩都得嘅，可能係生活上面嘅嘢啊，工作、家庭、你自己個人身體，甚至咧即係一啲靈修嘅分享，一啲代禱嘅事項啊。咁我估唔到咧，大家都係好投入，好願意去分享，每一個都或者係千字文咁樣去講佢面對緊嘅困難啦，或者一啲嘅見證啦，佢哋都係好願意去分享佢喺屬靈上邊嘅一啲看見。所以咧，即係當我哋互相去鼓勵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去被一齊咧住喺主裏面，我哋一齊去互相去
祈禱咧互相去扶持啦，係啊，唔係淨係咧即係我哋見面淨係講啲好生命上邊、好地上嘅事，但係咧心靈上邊都係好值得分享。我哋咧以下一首詩歌啦，我哋去有少少祈禱嘅時間啦，係啦。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你。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我等候你，如鷹展翅上騰。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你。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我等候你，如鷹展翅上騰。住在你裡面，住在你裡面，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住在你裡面，住在你裡面，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再唱一次首詩歌嘅時候咧，之後咧我哋都有少少祈禱嘅時間啦，我哋咧都去享受喺主入邊嘅同在。在乾旱無水之地，我渴慕你；在曠野無人之處，我尋求你。得救在乎歸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靜安穩。我等候你，如鷹展翅上騰。住在你裡面，住在你裡面，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住在你裡面，住在你裡面，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裡面，住在你裡面，如同枝子與葡萄樹緊緊相連。住在你裡面，住在你裡面，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第一樣咧，我想弟兄姊妹去祈禱嘅就係其實咧關係，無論係你同屋企人啦、同朋友啦，甚至咧即係同弟兄姊妹嘅關係，其實咧都係要雙方彼此去做嘅，並唔係咧單方面可以去建立到。你身邊有冇啲弟兄姊妹，佢成日都會好主動去帶出一啲嘅分享或者一啲嘅鼓勵咧？你哋有冇回應咧？當你一個人去即係好想去重視嘅關係，好想去表達嘅時候，佢得唔到回應咧，可能佢都會灰心。不如我哋第一個祈禱啦，我哋各位我哋都可以做多一步啦，努力去維繫咧喺主內弟兄姊妹嘅屬靈關係啊！我哋去祈禱。主，我哋去為到我哋每一個團契，我哋去感恩，因為我哋有一齊成長嘅弟兄姊妹，我哋可能每個禮拜都可以見到一次，俾屋企人咧見得仲多。但係主，我哋咧可能會視咧呢啲嘢咧好理所當然，或者我哋咧唔係好俾心機咧去建立弟兄姊妹嘅生命。但係其實咧，我哋可以做，我哋可以彼此去鼓勵，我哋生命
相去點燃，好似咧一啲火柴堆埋一齊嘅時候，光熱倍增。主，我哋每一個都可以去學習去維持。第二樣嘢咧，大家去祈禱嘅就係我哋咧要好似呢一棵栽喺溪水旁嘅樹一樣。嗰棵樹咧，經文佢哋話佢係會定時結果子，葉子都不枯乾。你有冇結？你生命有冇結果子呢？可能唔係淨係講你有冇帶人信主喎，而係嗰12個屬靈嘅果子有冇喺你嘅生命，喺你嘅平日嘅工作上邊，喺你點樣對屋企人上邊去彰顯到出嚟呢？如果做得唔係咁好嘅時候，我哋都去祈禱啦，去求神繼續，求聖靈咧去繼續去提醒我哋。因為聖靈咧係會俾我哋去結果子嘅，而呢啲果子咧係最有效俾人見到基督咧係喺我哋嘅生命入邊。讓我哋一同去祈禱。主啊，讓我哋呢時刻你屬靈嘅果子當中，人愛喜樂、恩慈、良善、忍耐、信心、節制。主，你求我屬靈嘅果子，讓我哋一齊去學習，一齊去彰顯我哋從你嘅支取咧嗰個力量。主，讓我哋呢9個屬靈嘅果子咧，都係茁壯嘅成長。最後唱一次副歌啦，我哋去享受喺主嘅裏邊。住在你裡面，住在你裡面，如同枝枝葡萄樹緊緊相連。住在你裡面，住在你裡面，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住在你裡面，住在你裡面，如同枝枝葡萄樹緊緊相連。住在你裡面，住在你裡面，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領受生命活水泉源，永不枯竭。喺啲19個人嘅分享入邊，其中咧即係有啲我哋估唔到原來佢分享係可以咁真實啊，亦都係可以分享得咁好。其中咧阿 Chris 咧，即係我哋希伯倫團嘅弟兄阿 Chris 咧，佢都講少少佢點樣喺好細個可能接觸到呢個信仰，跟住咧冇返教會一段時間，跟住而家佢又返咗嚟都差唔多1年啦嘅時間，一齊喺我哋當中，佢都開始去呢排又再上返呢個初信栽培班啦。其實我就好諗起一個即係比較舊啲嘅一個 term 叫做慈繩愛索，即係主咧嘅聖靈咧係用一啲好微細嘅一啲嘅繩咧，就可以將人咧拉翻去神嘅跟前。所以讓呢個慈繩愛索咧都牽引住大家，等大家咧即係唔會走遠，唔會蕩失路。最後一首詩歌《慈繩愛索》。來到你的寶座前，我舉起雙手讚頌，你配得一切榮耀尊貴，你是王掌管明天。來到你至恩座前，我將我的心奉獻，唯獨你愛我，天天不改
身，背起我罪，我一生飛奔，展翅上騰，在主裏能得安穩。我願一生竭力同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彷徨人生不擔心，因有你伴我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來到你的幽座前，我舉起雙手讚頌，你配得一切榮耀尊貴，你是王掌管明天。來到你的恩座前，我將我的心奉獻，唯獨你愛我，天天不改變，奇妙救主，我永屬你。至情愛索，竟緊牽引我，為我捨身，背起我罪，讓我一生飛奔，展翅上騰，在主裏能得安穩。我願一生竭力同行，讓我的心每天讚頌，彷徨人生不擔心，因有你伴我行，靠着你能走出黑暗。讓呢幾首嘅詩歌咧，都鼓勵到弟兄姊妹可以喺同弟兄姊妹嘅相處啦、團契相交入邊咧，可以去更加嘅享受，亦都咧大家互相去勉勵，喺主裏邊咧走多下一里路。因為咧原本應該係聖餐嘅環節嘅，不過咧因為打風嘅緣故咧，明光牧師就話會順延下個禮拜。咁啊正道嘅時候咧，我哋有新任嘅馮達健傳道為我哋正道嘅。咁喺正道之先，請咧先聽我哋去讀經。今日嘅經文記載喺路德記1章6至14節。他就與兩個兒婦起身，要從摩押地歸回，因為他在摩押地聽見耶和華眷顧自己的百姓，賜糧食與他們。於是他和兩個兒婦起行，離開所住的地方，要回猶大地去。拿俄米對兩個兒婦說：你們各人回娘家去吧，願耶和華恩待你們，像你們恩待已死的人與我一樣。願耶和華使你們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於是拿俄米與他們親嘴，他們就放聲而哭，說：不然，我們必與你一同回你本國去。拿俄米說：我女兒們啊，回去吧，為何要跟我去呢？我還能生子作你們的丈夫麼？我女兒們啊，回去吧，我年紀老邁，不能再有丈夫，即或說我還有指望，今夜有丈夫可以生子，你們豈能等着他們長大呢？你們豈能等着他們不嫁別人呢？我女兒們啊，不要這樣，我為你們的緣故甚是受苦，因為耶和華伸手攻擊我。兩個兒婦又放聲而哭。俄爾巴與婆婆親嘴而別，只是路德捨不得拿俄米。各位弟兄姊妹早晨，我係達健傳道。估唔到咧，第一次喺度同大家講道咧，係喺錄影上面見到我啊！實在咧非常之想咧
喺現場嗰度同大家分享上帝嘅話語，我哋可以多啲嘢交流同埋互動咁樣。但係咧打8號風球咧，實在冇辦法。今日想講嘅嘢咧係叫做屬靈點解乜都得啊？呢個係嗰個嘅講題。如果你有去剛剛上個禮拜嘅 AGM 咧，你知道同阿明光牧師佢最尾分享嘅信息好似啊，佢話屬靈乜都得啊咁樣。點解屬靈係會話係乜都得咧？究竟係一件咩嘅事咧？今日想喺今日嘅信息嘅裏邊咧，同大家去分享一下，去講清楚屬靈究竟係一件咩嘅一回事咁樣。即係屬靈係啲乜嘢咧？想用個比喻去同大家講，佢似張三豐嘅太極拳。亦都似令狐沖嘅獨孤九劍，亦都似咧楊過咧嘅玄鐵重劍。大家唔知熟唔熟悉金庸嘅小說啦？咁頭先所講太極拳、獨孤九劍同埋玄鐵重劍咧，都係啲角色嘅好厲害嘅武功啊！佢比其他人嘅武功咧係厲害嘅。究竟點解咧？呢三樣嘅武功有咩共通點咧？大家諗唔諗到啊？呢三個武功嘅共通點咧，就係佢都有一啲心法喺背後，即係唔係佢嘅招式特別厲害，而係嗰啲嘅招式背後有一個心法，以致佢可以勁過其他人嘅武功。嗱，太極拳嘅心法係咩咧？係以柔制剛，即係人哋嘅攻擊埋嚟嘅時候，佢就可以卸咗佢度力咁樣。嗱，跟住獨孤九劍，佢嘅心法係乜咧？就係無招勝有招啊！係人哋無論咩招數都好，你見到人哋嘅弱點，攻擊佢嘅弱點，咁咧就會破解咗人哋嘅招數啦。而玄鐵重劍咧，應該大家冇練過啊，但係佢嘅心法係重劍無鋒，大巧不工啊！佢嘅意思係又係無論人哋咩招數都好，只要我內力夠，拎把劍一嘢攻擊佢或者督埋佢咧，就會破解咗佢嘅招數啦咁樣。咁呢啲都係一啲好厲害嘅武功啦。咁所以當我哋話屬靈好似一啲心法嘅時候，嘅意思係其實佢唔係一啲嘅招式啊，唔係屬靈，唔係我有三件事俾你做 A、B、C 咁樣咧，你做咗之後咧，你就叫做屬靈啦。佢唔係淨係講緊招式嘅問題啊。所以屬靈係講緊背後做呢件事有一啲內在嘅心法啦，或者叫做內在嘅原因啦，咁樣去做，所以以致嗰啲事情，所以先會變得叫做屬靈咁樣。但係咧，如果我咁講，屬靈唔係一啲招式講得清楚嘅招式咁簡單嘅話咧，其實當我哋講屬靈係乜嘅時候咧，呢件事咧係一件有難度嘅事嚟嘅，係一件我哋要探索、要思考嘅事嚟嘅。所以今日就想用今日經文去講今日經文裏邊嘅角色去講，究竟屬靈係啲乜嘢咧？我哋今日睇《路得記》第一章，《路得記》第一章咧，主要係有三個角色嘅，一個叫做拿俄米啦，一個叫做路得啦，即係拿俄米嘅媳婦啦，另一個叫波亞斯，又係一個財主啦。佢之後就同路得結咗婚。但係咧，今日嘅講道咧係講路得記嘅一章為主，所以拿俄米同埋路得咧，我哋會特別係拿俄米啦，我哋會講多啲，而波亞斯咧就未出場嘅。咁佢個故事大概係乜嘢呢？第一章佢就講有一家人啊，拿俄米同埋佢老公同埋佢兩個仔，因為伯利恆有饑荒啦，咁所以咧佢就去咗摩押地啊。嗱，你見到幅圖咧，摩押地咧就喺呢個右手邊啦。伯利恆咧就你去伯利恆去咧，你就要跨過死海，經過約旦河，就再落翻去就先到摩押地。咁啊，大概呢度係100公里，80至100公里左右。咁佢哋就去咗嗰度。
咁去到摩押咧，佢兩個仔就娶咗兩個新抱啦，一個就係其中一個就係路德啦咁樣。咁但係不幸地咧，好快咧，喺佢哋未生得切仔之前咧，拿俄米嘅老公啦，佢兩個仔咧都全部過咗身啊！啊，聖經冇講咩原因啦，總之佢哋未生仔之前咧就已經過咗身啦咁樣。咁佢哋有冇一個家庭冇咗男丁嘅時候，咁生計就當然出現咗問題啦。當佢哋知道伯利恆佢有翻糧食嘅時候，佢哋拿俄米同埋兩個媳婦咧就想翻去伯利恆嗰度，而喺佢哋翻去嘅途中就出現咗剛剛嘅所讀嘅經文，佢哋嘅對話。我哋一齊睇下個對話係佢哋講乜啦。拿俄米就同兩個兒婦講啊，你哋翻去娘家啦，願耶和華恩待你哋，就好似恩待已死嘅人，即係佢兩個過身嘅兒子啊，講緊，同埋我一樣，願耶和華使你哋各在新夫家中得平安。拿俄米想佢哋，你哋不如留喺摩押啦，你哋揾一個新嘅丈夫啦，就唔好跟住我啦。但係佢哋嗰兩個兒媳婦就唔肯走啊！佢哋喺度開聲喊，就話：不然我哋必與你一同回去本國啦！佢哋想跟住拿俄米走，但係拿俄米繼續講：佢話我嘅女兒啊，你翻去啦！點解要跟住我咧？我仲可以生兒子俾你哋作丈夫嗎？我嘅女兒啊，翻去啦！我年紀老邁啦，我唔能夠有丈夫啦。即係話說，我仲有指望我今日可以有丈夫生仔，我即刻生一個仔啊！你哋都冇可能，豈能夠等佢哋長大咧？你哋豈能夠等着佢哋唔嫁人呢？我女兒啊，不要這樣，我為你們嘅緣故甚是受苦啊！啊，跟住拿俄米講咗一樣好關鍵嘅嘢，原來再講落去嘅時候，拿俄米講到佢冇咗兩個仔，冇咗丈夫，呢啲事發生嘅原因係乜咧？佢話因為耶和華伸手攻擊我。原來拿俄米點樣去理解發生喺佢身上邊嘅事咧？係因為耶和華去攻擊佢，唔係無緣無故發生嘅，係耶和華使呢啲事發生嘅。呢個係拿俄米嘅諗法，而呢個諗法強烈到係點啊？係佢翻到伯利恆之後，佢再同伯利恆嘅婦人講：唔好叫我拿俄米，叫我馬拉，因為全能者使我受大苦啊！我滿滿地去，耶和華使我空空地回來，耶和華降禍與我。全能者必使我受苦，既是這樣，你們為何還叫我拿俄米咧？佢呢度佢再講嘅時候，佢講咗四次耶和華係使佢受大苦，佢空空咁樣翻嚟，佢降禍與我，使我受苦。拿俄米對於佢嗰個苦難嘅來源係邊個造成？係耶和華所造成。呢個諗法係非常非常之強烈嘅，你見到？講到呢度，想問大家一個問題：你覺得聖經佢接唔接納佢對耶和華嘅呢個論述咧？係嗰個全能者係耶和華去攻擊我，佢降禍俾我，嗰個災禍係耶和華嗰度嚟。聖經佢接唔接受拿俄米呢個當刻嘅想法或者佢嘅說話咧？好奇怪地喺路德記冇一把聲音去正面去回答過拿俄米嘅呢個控訴。嗱，上帝可以派一個先知嚟啊，係咪？可以同一個先知講，你去同拿俄米講呢啲嘢啦，咁樣可以回覆下拿俄米啦。上帝冇咁做。上帝亦都好似可以好似約伯記啊咁啊，向約伯顯現嗰啲好大能嘅圖畫嘅景象，以致約伯去降服咁樣。耶和華都冇咁樣去做喺拿俄米嘅身上邊，甚至乎係乜啊？甚至乎喺四章喺路得記嘅結局裏邊，啲婦人話拿俄米得了兒子啊，
拿俄米仲有一個好嘅結局，就係當佢埋怨佢冇兒子嘅時候，原來路得記嘅結局，正正係佢有翻一個兒子，所以可以咁講，路得記係幾接納當刻佢話拿俄米嘅說話，係拿俄米話上帝攻擊佢，去降禍俾佢。聖經係冇話過拿俄米做錯啲任何事嘅。嗱，如果係咁講嘅話，其實聖經路得記呢個人物記喺上邊，佢有乜嘢值得我哋去學習或者可以攞得到咧？係佢喺佢經歷嘅事上邊係好苦啦，係好多磨難啦。但係佢嘅生命嘅經歷冇同耶和華有切割啊，佢仍然同上帝聯繫埋一齊啊。縱然佢講嗰啲說話，你可以用教義去駁斥佢啊，你可以用好多神學嘅理論去駁斥佢啊。唔係嘅，耶和華唔係降禍嗰個嘅，佢做嘅係好事嚟嘅，佢做嘅嘢都係看為好嘅，即係創世記都係咁講啦。你嗱好多嘢可以反駁拿俄米，其實係極多嘅，但係聖經冇一句說話去咁樣做。佢好接納對耶和華嗰個，雖然係講嗰說話係好似話耶和華上帝唔啱咁，但係佢嘅生命佢經歷嘅事情，的確係同上帝聯繫得非常之緊密。嗱，我哋唔好淨係睇佢嗰句啊，其實佢喺其他說話裏邊咧，拿俄米都有咁講嘅。佢同嗰個雷婦講話，願耶和華恩待你哋啊，願耶和華使你哋嘅喺新婦家中得平安啊。佢話原來你哋可以揾一個唔係揾你哋揾到一個好嘅人家就可以安樂過日子咁樣。佢希望佢嘅新抱仍然想佢哋得到耶和華嘅恩待、耶和華嘅照顧、耶和華嘅平安喺裏邊。佢仍然係知道嗰個賜平安嗰位係耶和華嘅。其實，所以當我哋講咩係屬靈嘅時候，拿俄米嘅屬靈係啲乜嘢咧？係佢生命裏邊嘅經歷啊！都同上帝連結埋一齊，可以同上帝對話，成為一個常態啊！如果你睇三個角色嘅話，路得、拿俄米同埋波阿斯，如果你翻去有心機專心睇下成卷書，得4章唔係好長，睇得最多耶和華嗰位係拿俄米，係對上帝最多控訴嗰位，但係亦都係佢對上帝提得最多嘅嗰一位。誒，咁樣講都好似唔係太清楚啊！咩叫經歷喺生命嘅經歷同上帝連結，同佢有對話咧？我用我嘅2個例子嚟到去同大家分享一下。嗱，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咧我係咧幾中意去食嘢嘅，其實係啊。咁呢一碗咧就係咧我近排發覺咧喺附近一間叫聚焦嘅地方咧。食嗰個花甲粉咧，我覺得好好味啊！因為咧佢一路我係好中意食花甲粉啦，咁樣同埋好多蒜頭啦去俾，即係好多蒜蓉啦咁樣啦，好好味。咁樣咧，我就會成日咧食到啲好味嘅嘢咧。我就唔係好感恩啊！上帝俾到我啲好好嘅嘢食啊，真係感謝佢啊！其實咧，我又好少咁講嘅。我係講另一啲嘢嘅，我係會同上帝講咧，我真係感謝你啊！因為咧。你創造我有一個舌頭啊，即係有一個器官啊，我可以品嘗到嗰啲嘢嘅味道啊。我覺得呢個唔係必然嚟嘅，呢個係上帝嘅創造嚟嘅。如果我嘅舌頭係咁樣咧，我就食唔出嗰碗花甲粉係好好味嘅。其實其他嘅動物佢個舌頭係愛嚟做乜嘢？其實多數都係愛嚟試下嗰啲嘢有冇毒嘅。係愛嚟提高佢嘅生存機率嘅，其實好少係個舌頭係俾佢愛嚟品嘗啲美食嘅。嗱，如果係咁咧，你就食唔到花甲粉；如果係咁咧，就仲大件事，你就只可以食蟻噶啦，你就食唔到其他嘢。
所以我經常同上帝嘅對話，唉，上帝真係好感謝你，你俾我做一條脷，可以品嚐到唔同嘅美食，可以喺我好攰嘅時候咧，可以食啲好食嘅嘢咧，加啲心力，可以繼續咧去服侍咁樣。呢個咧係我經常同上帝嘅對話。所以咧，一碗簡單如一碗花甲粉咧，其實都係可以係一個屬靈嘅經歷。咁呢個係我第一個嘅例子，想同大家分享。第二個咧，嗱，第二個係深少少，第二個係有啲難明白嘅咁樣。如果你唔明白咧，我講一次你未必明白咧，咁你可以再問我啦，或者再 PM 我啦咁樣。第二個想講嘅例子咧係咧，經常咧我花教會咁耐啦，聽得最多咧，唔知大家知唔知？聽得最多嘅神學問題係乜咧？係呢個神點解會做曱甴？喺上個禮拜嘅時候咧，正正有一個姊妹問我，有兩個姊妹問我，神點解會做曱甴？咁但係作為牧者咧，你都知道，即係其實咧，我哋咧係分辨到咧。即係弟兄姊妹問嘅問題咧，佢只係想問下啦，定係話係佢真係想認真討論落去啦。其實咧，通常咧問親神點解會做曱甴咧，其實佢都唔預個傳道人咧真係答到佢啲乜嘢嘅。其實咧，即係佢都知道個傳道人都唔係好知點解嘅。其實佢都係有時咧，多數都係問下嘅啫。咁其實咁，但係作為大家嘅牧者啦，咁有人問咧，咁我真係自然就要諗下啦，咁樣啦。即係神點解會做曱甴咁樣？咁曱甴咧，其實係做乜嘅咧？其實咧，佢有兩個咧，好主要嘅喺大自然裏邊咧，好主要嘅功用嘅。一咧就係佢食咗好多，佢乜都食啦咁樣，所以佢食咗好多樹葉啊，可以食咗好多動物嘅屍體啊。咁佢排翻出嚟嘅營養咧就會好多，以至啲土壤咧係可以重新有嗰個營養，因為有啲有機物咧就排咗落去咁樣。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因為曱甴乜都食啦，咁所以佢嘅繁殖能力咧係好強嘅。咁所以曱甴咧係好多動物啊，其他鳥類啊，佢嘅主要嘅食糧嚟嘅其實。所以如果冇咗曱甴呢樣嘢會點咧？大自然咧係會發生饑荒嘅，其他動物咧係會冇咗食物嘅。所以呢樣嘢係曱甴係好重要。諗到呢度咧，我就諗起一個唔係諗起一個屬靈嘅一個反省啊，就係原來上帝嘅工作要點樣成就咧，並唔係按我嘅好惡嚟到去決定嘅。即係我唔中意曱甴，但係上帝係可以使用佢成就成個大自然嘅運作嘅。其實我嘅好惡咧，我中意唔中意咧係唔重要嘅。講到呢度咧，我心裏邊咧就有啲嘢棘住。我諗到呢度嘅時候，但係我唔係好知係乜嘢，但係我知道咧有啲嘢棘住。我花咗2日，我再諗一諗究竟係啲乜嘢，我心有啲唔舒服。我發覺係乜嘢咧？我再諗落去。原來咧係我突然間聯繫到嘅係我喺教會都服侍咗好耐啦，其實咁我自己其實都會知道，我有一啲人同你夾到，有啲人同你難合作啲啊，唔係好夾啊，即係一定會有啊。咁你就點都唔係太想同佢有合作咁樣。其實我特別怕咩咧？我特別怕係有時大家分享一啲嘢啦，有時候大家好簡單要講一啲嘢啦。我見過一個弟兄係我任何嘅分享，佢都好似要反駁我咁樣，或者要同我辯論一啲嘢咁樣。但係咧，其實咧喺我裏邊咧，我只係講下嘅啫。其實咧，我係唔係想 argue 啲乜嘢，或者唔係想表達啲咩好有力嘅論點。其實我純粹係想分享一下嘅啫。其實，但係咧每一次咧都係總係咧要變到咧好似要爭拗咁樣。其實咧我係不太喜歡咁樣。咁但係我又知道另一方面係，我又見到嗰位弟兄，佢當佢服侍青少年嘅時候，其實我係知道佢做到一啲我做唔到嘅嘢嘅。佢俾到青少年嘅一啲嘅
提醒或者一啲嘅啟發，或者一啲嘅得着等等啊，我知道其實係我做唔到。我知道上帝係使用佢去祝福青少年。誒、我就發覺嗱，我唔係話人哋係曱甴啊，但係的確係好似，其實我都要學習，其實去放低我有啲咩人中意，有啲咩人唔中意，有啲咩人同我夾，有啲咩人同我唔夾。其實我都要降服喺上帝面前。其實上帝都使用一啲同我唔夾嘅人去成就佢嘅事工。其實我中意同唔中意嗰人，其實呢件事係不太重要嘅。我係要學習放低我自己。呢個我都喺上帝面前係一個承認我仍然需要學習嘅功課。從一隻小小嘅生物，其實我都係同緊上帝有連結。上帝對我有提醒，呢個可以係一個常態嘅時候，佢就係一個屬靈嘅心法。呢個咧係想同大家講嘅第一點。我哋嚟到講第二點，聖經學者咧經常其實喺路德記度咧會問一個問題，就係喺邊度睇到上帝嘅工作？因為真係喺路德記裏邊冇一把聲音或者冇一個先知係講耶和華去直接回應拿俄米。要答呢個問題咧，我哋再睇下拿俄米去講啲乜嘢先啦。佢點樣講佢自己唔能夠再生仔呢件事？我嘅女兒啊，回去啦，為何要跟住我？我點能夠生仔俾你哋作丈夫咧？我女兒啊，我回去啦。佢講咗個原因啊，佢話因為佢年紀老邁啊，佢所以唔能夠有丈夫啊。佢再講，就算佢有指望佢有丈夫，佢可以生仔。佢講第二個原因就係你哋都唔能夠睇等佢長大啦，即係你唔預有一個神蹟係。哦，生個小朋友出嚟就即刻變咗個大人，可以娶阿路德咁樣，就冇咁諗過有呢個神蹟啦咁樣。咁你哋點樣唔夠嫁人呢？咁樣，所以拿俄米個角色，佢有一個好核心嘅問題，或者佢對佢嘅苦況嘅最核心嘅原因係佢唔能夠再有兒子啊！呢件事係冇盼望嘅，對佢嚟講。你見佢其實都好理性去分析呢件事，佢諗晒，佢連神蹟都有諗過，即係就算即刻有個仔啊，佢諗埋神蹟都覺得呢件事係冇可能嘅。要答呢個問題，其實如果講路德記嘅二三四章係容易啲嘅，即係上帝嘅工作點樣回應拿俄米，因為佢最尾真係有翻個仔嘅。但係如果淨係講第一章嘅話咧，我想講一章嘅最尾嘅嗰一節，佢講拿俄米同佢嘅兒婦摩押女子路德從摩押地回到伯利恆，正是動手割大麥的時候。啊，其實去到路德記一章，佢去到一章嘅21節就可以完嘅啦。其實佢同啲婦人對話完之後就完嘅啦，可以。但係作者好特登加咗呢一句，就係佢哋返伯利恆嘅時候，正是動手割大麥嘅時候。想問下大家，呢一段經文同拿俄米有冇兒子，有冇直接嘅關係咧？其實真係冇乜關係。從人睇嚟，佢拿俄米有冇兒子，同佢哋翻去割大麥嘅時候，係冇任何嘅邏輯上啦，喺分析上啦，係可以解決到拿俄米嘅問題。但係偏偏作者就係加咗呢一句上去，嚟到去完結路德記嘅第一章啊，係因為正正係佢哋翻去割大麥嘅時候，路德佢遇到波亞斯，佢哋結咗婚，
所以佢哋有翻一個兒子。而嗰個兒子係嗰個孩子係邊個咧？佢就係俄比德。嗰個俄比德咧係耶西嘅父親，係耶西係邊個啊？係大衛嘅父。原來路德記最尾想講嘅係唔單止係拿俄米佢有翻一個兒子，佢由冇變到有啊。而呢個兒子佢仲係大衛嘅祖父，大衛就成為咗拯救成個以色列嘅嗰一位。係點樣咧？係如果你睇路德記一章第一節嘅時候咧，佢話當士師兼正嘅時候，士師記係乜咧？係一個好混亂。人離棄耶和華嘅律法，充滿罪惡、誒詭詐、謊言、暴力，所有唔好嘅事情，其實你喺士師記卷書上面都揾到。但係正正就係大衛，佢耶和華使用佢拯救翻以色列，所以下一卷書路德嘅下一卷書就係撒母耳記，就係大衛出場嘅時候。由大衛佢拯救以色列，去到去貼近翻、跟從翻，使成個以色列嘅民族去跟從翻上帝嘅嗰一位王。嗱，所以成幅圖畫係點樣？我再講一次俾大家聽，咁會清楚啲。就係拿俄米喺收割大麥嘅時候，翻到伯利恆，路德就喺個麥田嗰度遇到波亞斯，波亞斯就娶咗路德。之後，路德就生咗個兒子，叫做俄比德，佢係大衛嘅祖父。耶和華就揀選大衛成為咗以色列嘅拯救，由第一點去到第五點，從人嚟睇係冇乜可能係有關係嘅，即係有乜可能佢哋只係唔覺意，冇計算到喺割大麥嘅時候翻到伯利恆。而就造就咗一個大衛，一個以色列最重要嘅君王。從人睇嚟冇關係，但係偏偏路德記嘅作者就睇到整幅嘅圖畫，原來耶和華嘅拯救、上帝嘅工作一早就預備咗，發生喺兩個寡婦嘅裏邊。所以如果講第二個嘅屬靈嘅心得嘅話，唔係係嘅心法嘅話，係乜嘢啊？係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到睇見上帝嘅工作點樣去成就。其實呢件事唔關乎你嘅邏輯能力、你嘅分析能力，甚至乎你係咪一個平時觀察能力好強嘅人。而係需要我哋用信心去睇到上帝嘅工作，就好似路德記咁啊，佢冇乜啲好神蹟嘅奇事。其實拿俄米同埋路德，佢哋都係同我哋好似，都係要為咗生計，要為咗胃口奔馳，要擔憂。佢哋生活有佢哋嘅困境，正如我哋嘅生活裏邊，我哋大部分嘅時間，我哋都要有一啲困境，我哋要面對。我哋要解決，但係正正係一啲咁平凡嘅日子嘅時候，耶和華仍然嚟到去工作，去拯救以色列人。我又講下一個例子俾大家聽，點樣睇到上帝嘅工作。話說咧，我之前咧就上一個月尾啦，就同啲8月尾係從啲青少年佢哋去咗一個長洲嘅生活營咁樣。咁樣咧，我又唔係好識佢哋啦，咁樣啦，我又唔知佢哋大家熟唔熟啦，咁樣。咁我覺得咧，一個群體咧，其實咧係好需要咧揾樣嘢咧，大家都中意一齊做嘅。咁咧，我就特登去我朋友間教會嗰度咧，揾一啲我覺得佢哋中意玩嘅 board game，去同佢哋一齊玩啦，諗住。咁樣咧，你見到有分享嘅類型啦，有卡牌類啦，有策略類啦，有資源類啦。我心諗其實我都乜嘢嘅類型都帶晒，總有一款係中佢哋中意玩噶啦。
上中下三路，即係一定毫無破綻啦。今次跟住咧喺我哋出發嘅前一日咧，前2日啦，阿俊怡咧就叫我帶多一副 board game，咁咧就叫風聲，咁咧係教會有嘅，咁我就冇所謂啦，咁樣就帶埋過去啦，咁樣我就帶咗過去。於是者咧，我非常之驚訝，我預備咗咁多副 board game 俾佢哋，佢哋玩嘅時候咧，我見到佢哋嘅樣咧係目無表情嘅。佢哋竟然我最估唔到嘅，佢哋竟然係中意玩教會嗰副風聲。原來上帝一早已經預備咗佢哋最中意玩嘅 board game 喺度，仲叫咗俊兒叫我帶過去咁樣。咁大家好開心喺度，有一副 board game 咁啊，喺度玩啦。咁但係咧，呢個咧都唔係我最驚嘆嘅地方，係咧出咗 cam 之後咧，係咧有人咧揾到我嘅 IG account。呢個咧係我個 IG 嘅好多年之前嘅 post 嚟嘅，咁樣咧點解有呢個 post 咧？就係咧冇乜特別原因嘅。其實咧當年咧就係啱啱有個開咗個 IG account 咧，跟住手頭上應該係有副 board game，就係有副風聲咧。咁我是但影一啲嘢咧擺上去，咁就試下可唔可以 post 到嘢咁樣，就係咁簡單嘅。其實完全係冇意義嘅。但係咧，有人就揾到我 IG，佢喺上邊咧就留言，佢話呢個係全世界最好玩嘅遊戲，跟住有2個100分，同埋上邊咧有另一個人咧就留咗好多火嘅喺上邊，跟住我好驚訝係乜咧？係咧，你見到咧呢個 post 有另一個留言。呢個留言咧，佢話咧第一張相居然係風聲，真係考滾動啊！咁咧佢係邊個咧？佢係我以前服侍嘅一個青少年嚟嘅咁樣。你見到咧呢個留言咧係幾時留咧？係526個星期。問下大家526個星期係幾多年啊？係啊，你都知道係10年啊。其實呢個 post 係我10年前留嘅。竟然今日有人喺呢個 post 上邊留言，我都非常之驚訝，已經係一個陳年嘅 post 嚟嘅。其實我嘅驚嘆見到個圖畫係啲乜咧？係就係原來我10年前已經學識去玩過呢個風聲嘅遊戲，跟住我成為咗牧恩教嘅傳道。跟住俊怡叫我帶風聲去入 camp，而大家都中意玩風聲呢個遊戲。哇！原來10年前上帝已經喺度預備緊啦。如果唔係，我都唔識同大家玩。原來你睇落去1、2、3、4都係冇乜直接關係，但係如果你用信心去觀看嘅話，你見到上帝嘅準備係完全超過人嘅所計劃、所安排，只有上帝有呢個時間嘅維度，可以咁早就預備一啲事情嘅。我仲期望緊啊，個5係啲乜咧？我仲期望緊上帝有更加多嘅工作嚟到俾我哋見到，俾我哋去經歷。我覺得係未完嘅，係未完嘅。上帝嘅工作仍然會發生喺我哋嘅身上邊。所以屬靈嘅心法，第二個係乜咧？係要用信心睇見上帝嘅工作去成就。好似好平淡嘅事，好似好偶爾嘅事，好似係一啲唔係好重要嘅事。但係當佢哋拼埋嘅時候，原來就係嗰啲事去成就咗上帝嘅心意、上帝嘅美意喺人嘅身上邊，而我哋需要用信心嚟到去看見。呢個係第二點。最後想
總結一下今日嘅講道啦，亦都係作為一個完結啊。想問下大家，信仰咧呢條路咧，大家覺得似係呢個短跑啊，定抑或似係長跑？我諗你哋大家都會覺得信仰似係一個長跑多啲嘅，係咪？信主好耐啦，即係我自己信主都好多年日啦。你見到當好多人好多人喺你身邊經過，好多人同你一齊去侍奉過，去好熱心過咁樣。咁但係當過咗某些年日嘅時候，你發覺其實未必每一個人當日陪你一齊行嘅人，其實今日再未必喺個信仰嘅裏邊，或者佢今日再未必喺教會嘅當中。其實我哋如果誠實去面對嘅話，呢個問題咧，呢個境況咧，其實我哋都要承認。有時我哋返教會啊，或者叫做跟從耶穌，我哋係咪將好多時間其實建立咗喺人嘅情義上邊？係咪建立咗喺一啲活動嘅裏邊咧？甚或係咪我哋嘅信仰建立喺一啲教會嘅責任裏邊？嗱，呢啲都係重要，我唔係話呢啲唔重要啊，同弟兄姊妹嘅情義嘅聯繫都係緊要。但係作為一個牧者，我想講嘅係呢啲，我哋都清楚明白，對信仰呢條長跑嘅話，佢唔帶俾你一啲好持久嘅能力，去一直去跑落去。其實呢條信仰嘅路，我哋要走得長，走得有耐力。其實我哋一定係要需要建立喺屬靈嘅上邊。我哋需要同上帝有對話，我哋需要同上帝有聯繫嘅。我哋唔係淨係喺個 camp 裏邊好火熱，喺一啲好復興嘅會上邊，先嗰啲先淨係嗰啲時間，而係喺我哋日常生活嘅裏邊，我哋都可以察看上帝嘅工作，我哋都可以有嗰個屬靈嘅經驗，以至我哋嘅屬靈生命一日一日咁樣去成長、去更新。所以當要講屬靈嘅話，點解呢件係一件咁重要嘅事？因為佢幫助我哋喺條信仰嘅路跑得遠，幫助我哋去堅持，幫助我哋喺困難嘅時候，喺唔容易嘅時候，仍然唔會失去咗同上帝嗰個聯繫。上帝心胸廣闊到，佢可以接納拿俄米講嘅任何嘅說話，但係佢想要嘅係我哋唔好同佢失去咗嗰個聯繫，失去咗嗰個交流，失去咗嗰個我哋敞開心扉同上帝說話嘅時候。當我哋同上帝有真正嘅連結嘅時候，其實嗰個就係屬靈。求主嚟到去幫助我哋，我哋嚟到去禱告。親愛嘅恩主啊，其實呢條信仰嘅路，我哋都知道，從來都唔係容易行，從來都係起起跌跌，從來我哋都係唔聽話，係你嚟到去捉緊我哋。就求主你咧，俾我哋喺日常喺平淡嘅時候，喺日常嘅生活嘅裏邊，主啊，我哋仍然係緊靠住你。我哋每一日其實都可以係一個屬靈嘅經驗，去經歷主你。
就求主你就有俾我哋有呢個勢利，有呢個信心喺每一日去察看你嘅工作，以至我哋真係從心裏邊可以同主你講：主啊，你真係我哋嘅主，你真係嗰位創天造地嘅主。求主嚟到去幫助我哋，禱告奉主名求，阿門。好，各位弟兄姊妹，今日嘅信息就嚟到呢度，願主祝福大家，拜拜。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咁你見到我咧就你知道又打風，咁咧呢段時間咧真係唔知點解咁多風打，咁但係咧就影響埋禮拜日咧就係我哋最唔想，不過仍然都代表教會咧去多謝大家忍耐啦，亦都多謝阿願啦，同埋敬拜隊咧頭先嘅敬拜同埋達健傳道咧嘅正道，佢哋都係分別喺禮拜六，即係琴日咧就已經錄影咗啦。咁當然而家咧我都係錄影嘅，所以咧如果你見到呢條片咧，咁即係打緊風啦，就係我最唔想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主日崇拜梗係想實體㗎啦。然後我哋仲要晏晝咧係有一個嘅中秋嘅活動，咁咧半講笑同大家講啦，原本咧即係我咧就參加咗咧中國浸信會神學院咧一個嘅步行籌款啊，我諗住即係今日咧見到大家嘅時候咧就埋你面前就攞個報名表就叫大家支持下我。即係我已經多年冇做呢個步行籌款呢個動作啦，咁大家梗係要支持下大家嘅牧者㗎啦，係咪？咁如果咧你見到呢一個嘅錄影咧，咁即係你能夠喺實體呢個報名紙裏邊去支持我咧，係唔得嘅。不過如果你都仍然支持咧，你可以 PM 我嘅 ，OK？ 好，咁咧代表教會咧有一啲嘅報告，咁嗱，弟兄姊妹，我哋喺呢一個時間咧，你應該係會收到咧即係新聞或者天文台嘅報告咧，係而家係乜嘢風球啊？咁如果一陣我哋你知晏晝咧，我哋係有一個嘅活動係中秋㗎啦，咁所以我哋都會因應咧，即係呢一刻咧，其實你喺朝頭早嗰個狀況咧，我哋去決定下晝嗰個嘅活動嘅。咁我哋而家咧先嚟到代表教會有啲嘅報告先。好，下個禮拜咧係我哋親愛嘅即係郭瑞芝姑娘咧翻嚟香港咧，同我哋有分享嘅時間。咁其他嘅司職咧就請大家留意就可以啦。咁包括兒童啦，同埋福音茶座。咁咧呢度咧請大家留意，因為咧我哋嘅廣播嗰個嘅電話卡啊，我哋轉咗手機啊，我驚咧轉手機嘅過程咧係會有一啲嘅即係資料嘅遺失咧。如果你今個禮拜係冇收過廣播嘅資訊，或者係主日崇拜嘅資訊咧，請你咧再做多一次咧，加入呢一個嘅電話號碼。93840781 93840781咧呢一個嘅電話號碼，你再加多一次自己落去，咁確保咧你係喺嗰個群組裏邊，好唔好啊？咁如果有啲乜嘢再唔明白咧，或者我哋中間有啲長者你唔係好知道點樣做咧，你唔緊要，你揾我或者咧揾我哋嘅同工咧就可以咧嚟到去幫到你手噶啦。嗱，咁而家咧呢一段嘅日子咧教會嘅一啲嘅行政嘅工作咧，我哋就會交俾咧歐細妹姊妹咧嚟到去幫我哋去做負責嘅，大家留意就可以啦。咁呢個禮拜咧，我收到最後衝刺嘅弟兄姊妹咧去報名第30屆嘅浸禮同埋轉會禮。嗱，我哋今次真係會用浸禮同轉會禮嘅，因為咧我哋收到一位嘅
轉會申請者。咁如果成功咧，就會用轉會禮啦。所以咧，弟兄姊妹，請你哋為同工同埋執事去禱告，因為喺嗰個緊迫嘅時間底下咧，我哋會安排咧即係申請者咧做接見啦、問訊得啦，亦都喺啲唔同嘅資料裏邊咧去整理。咁紀念申請者嘅信心啦。喺呢段時間咧，可能真係有好多嘅信心嘅不穩定。但係咧，求主咧俾佢哋有平安能夠申請成功，並且咧可以借住浸禮咧去見證上帝佢哋生命嘅作為，好嘛？呢一個咧係一個俾即係如果晏晝咧係會繼續嘅時候咧，係俾我哋嘅侍奉人員咧嚟到去用嘅。所以弟兄姊妹，當你呢一刻大概就係11點半啦，咁你應該會知道天文台咧係會有冇繼續掛8號風球嘅。咁我哋咧基本上如果係3號風球其實我哋已經係可以繼續我哋嘅活動嘅。咁喺過去嘅2個禮拜咧，其實係有好多我哋街坊啦、弟兄姊妹啦，去做咗好多嘅預備。而喺中間咧有一啲嘅好食嘅曲奇餅咁唔同嘅禮物，我哋唔想嘥咗佢，所以咧我哋會因應咧真係有冇打風咧，去決定咧晏晝嘅活動咧會唔會繼續。所以咧呢一刻咧你應該要知道。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睇到我呢個報告咧，其實喺崇拜嘅開始嘅時候，即係9點9咧，我哋嘅廣播都已經會打咗一個相關嘅資訊，話到俾你聽咧。其實下個即係晏晝咧，我哋個活動會唔會繼續噶啦？好唔好啊？呢啲咧就係自己可以喺家信裏邊再睇嘅報告啦。咁有個中醫嘅講座啦，同埋教會嘅空間嘅使用。咁我哋喺報告嘅最後咧，我哋為咗一啲嘅肢體嘅狀況繼續去守望啦。咁布山布太啦，同埋咧有一個即係 update 啲嘅志文媽媽嘅狀況啦。9月29號咧，佢已經做咗個手術㗎啦。咁醫生表示咧，呢個手術嘅決定咧係啱㗎，即係應該要做㗎。咁感謝主，個手術都好順利。咁求主咧去保守伯母咧喺嗰個康復嘅期間咧就有好好嘅休養啦。弟兄姊妹，請我哋咧喺屋企嘅時候咧，喺崇拜嘅最後咧，我哋一齊起立好唔好你唔好即係如果你係坐喺嗰張床度咧，你係一齊起身，我哋一齊站立，我哋一齊咧嚟到去領受上帝嘅祝福同埋禱告。我哋嘅主，我哋仰望你。係正如阿願講咧，喺個風雨飄搖嘅日子裏邊咧，我哋咧個心咧仍然可以安穩。唔單止咧，我哋安穩喺我哋自己嘅家裏邊，更加咧我哋嘅心靈咧，藉着今天早上嘅敬拜啦，搭建傳道嘅信息啦，我哋嘅心都好實在。因為主你仍然喺我哋當中，你會引領住我哋。求主你去嗰度帶領。我哋仍然都有好多需要嚟到去守望、去交託。我為到我哋親愛嘅布山布太去交託你。特別係布太咧，佢嘅康復，求主你繼續嘅按住好嘅進展咧，嚟到去俾佢有好嘅康復，以至咧連帶布山咧可以喺布太康復之後咧，盡快翻自己嘅屋企。我為到志文嘅媽媽去交託你，多謝主你讓月尾嘅手術咧能夠順利。主幫助老人家喺咁大嘅手術裏邊咧去康復過嚟咧，喺中間可以經歷你。耶穌你就喺呢啲嘅時間咧特別看顧伯母，讓志文啦秀瓊啦佢哋去關心佢哋嘅時候咧，都可以讓伯母去感受耶穌基督你嘅愛。我哋嘅主求你去祝福我哋嘅教會。喺前邊有唔同嘅挑戰，但係願呢嗰位三一嘅真神呢成為我哋嘅拖帶。願天父嘅慈愛、耶穌基督嘅恩惠、聖靈呢常常喺我哋心靈裏邊呢嚟到去做陪伴引導嘅工作，從今時直到永
永永遠遠。阿門。弟兄姊妹，希望呢啲嘅日子咧，打風嘅日子，阻到主日崇拜嘅日子咧，唔會太多。咁啊，10月嘅12號，我哋嘅主日會變成聖餐嘅主日。請我哋仍然帶住我哋嘅敬畏嘅心靈咧，返到神嘅殿。下個禮拜喺沐恩再見。